你画廊的图单算是画几百去啊？一个300。这了好的图，讲单调就要单调。大律师要家己徛师图，单调。这大律师哦，真正是足无聊的，何必安尼甲人侮辱？你家己的妈妈破病受伤，袂用开嘴啊！你即马是人伫遮看到，你较会伤心。咱敢唔通卖分手？袂话啦，阮两个勉强斗阵，嘛是真痛苦啊。离婚啦。迄个时阵，你的男朋友是俊清。啊，毋过我后来无嫁互伊啦。你会记得恁高中毕业进前啊，踮伫学校的树仔骹，敢有唱一个敢玻璃管仔的物件？当时咱唱的是什么物件？会记你啊。礼拜日暗时8点，婚姻变特色之公司台语台。